27号议员创专中民路服务处开幕济支持民众甲小厅的社团组织，大家听到创议员要甲立委陈廷辉成立联合服务处，拢来打闹咧，一直甲两位主讲翕相留念，引起长滚。议员主要重视政治服务，不过音乐艺术的素养，后夜成立大会，特别邀请青少年市民港兴乐团再来优雅演奏，充满艺术气氛。加上萨克斯风的热情带动，互现场热闹滚滚。会中除了立委陈廷辉甲议员创专两位主角，包括议长郭信良、立委蔡依瑜甲电视名嘴汪杰明等这位贵宾拢到场赞声，同时做伙为联合服务处揭牌。跟旺泉成立联合服务处，其实我跟旺泉呢，依在因服务处，所有的服务案件其实都是我们国会办公室在处理。可是呢，大家还是都会觉得说，我来往转交往中央的案件，我来找议员刚好个，就是自己会在那边揣测判断。所以我跟往转讲哦，其实咱的乡亲哦，信赖你，他就希望说你从地方跟中央都可以一次帮他解决。所以呢，我就跟旺泉说，旺泉，我们成立联合服务处，未来我们的选民来到地方，伊就知影，我哪来王泉服务处，你唔免烦恼讲，你到底是地方的案件，也是中央的案件，你只要来王泉服务处，伊的服务处就会帮你分析，到底是找市政府，还是找行政院相关单位，安尼咱是不是足方便？安尼咱是不是减足侪咱？唔免去头壳安尼用上脑筋的方式讲，我到底是要找啥物人？唔免。未来咱的服务，咱就来找蔡王泉，和蔡王泉替咱服务，大家讲好吗？谢谢。看到陈廷辉委员他对台湾本土这个信仰的一个价值跟政治改革的魄力，那么我在基层服务公职也担任了16年。那我决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跟他组成联合服务处，一方面扩大服务，然后一方面呢，也是把我们真的属于台湾本土的力量，我们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力量跟希望，把它打造出来。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对年底的一个选情跟选举会更有信心。面对民进党内议员初选民调压力，议长郭信良嘛特地到场声援，强烈推荐朴实认真的创专。创专啊，会使讲有咧议会了，伊人真朴实。伊虽然是面做作，但是伊足认真，所以大家对伊地方讲这个囡仔足古意，这个议员呢足朴实，所以就一直对伊呢有真大的信任。就是因为安尼了后，伫党内底咧发展，就会受到部分的欺负。这段时间内底，陈廷辉就几个委员，甲这个议员来相近，一路路安尼行来，过关斩将，一直甲进。因这有够无？无够。你像咱遮济乡亲是话，会当相招相带，即个选举再重复来杀一个力量，互保义的人。会当顺利来继续完成这条路。立委陈廷辉27号拄到甲东区议员创专成立联合服务处，议长郭信良、民进党市党部主委丁人陪同，甲南区议员周丽珍嘛成立服务处，要发挥1+1大于2的效果。随后赶到嘉义区伫正人小停车场，甲议员蔡秋兰成立联合服务。希望持续扩大范围，提供民众更快速、方便的服务。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